而家為你介紹 Energic 嘅等級同佣金制度。呢一個系統會迅速及公平地因應分銷商嘅業績而發放佣金，有別於金字塔式傳銷或其他不公平嘅銷售制度。Energic 嘅等級制度提供更加公平、更多商機與每一位分銷商。開始之前請留意，直接銷售加上間接銷售就等於計算總台數。喺 Energic 嘅制度，一共有6個等級，由 1A 至到 6A。升級有2個步驟，首先要完成指定數量嘅總台數，即係之前所講嘅直接銷售加上間接銷售。當你達成指定嘅總台數，就有資格升至下一個等級。然後你直接銷售一台，即可以升級。例如你要由 2A 升至 3A， 你嘅總台數必須達到10台。之後只要直接銷售一台，你就會升級至 3A。 每個等級嘅第一台機必須為直接銷售。每位分銷商最多可以享有8層佣金。第一層係直接銷售，第一層以下嘅就係間接銷售。唔好忘記間接銷售嘅台數，亦可以累積佣金。呢一個會增大賺取更多佣金嘅潛力。但若只依賴間接銷售台數，會妨礙分銷商升級。請緊記啦。Energic 公平嘅佣金制度，讓每一位分銷商都可以隨時升級，賺取更多。每次銷售，無論係直接抑或係間接銷售，Energic 都會喺短時間之內將佣金傳到你銀行嘅戶口。呢一個係 Energic 佣金制度嘅結構圖。喺頂層，由左至右列出分銷商嘅等級，即係剛才所提到嘅 1A 至到 6A， 會喺呢一度橫向排列。每一個等級售出嘅第一台必須為直接銷售，唯一嘅例外係 1A 分銷商必須完成2台直接銷售，先至有資格升級至到 2A。喺直接銷售以下嘅全部係間接銷售。每台銷售之間都會有線條連結，代表各個相應嘅上下線嘅關係。每行中線都表示住不同等級嘅銷售。由 1A 線開始向右排列，2A 線，如此類推。位於唔同嘅線就會獲得相應嘅佣金。例如你係 1A 嘅分銷商，每次直接或間接銷售，你都會獲得最多1個 point 嘅佣金。例如你係 2A 分銷商，你亦會獲得最多2個 point 嘅佣金。直至到 6A， 你亦都會獲得最多6個 point 嘅佣金。圖片顯示出 Energic 各種型號產品嘅1個 point 佣金價錢。當 1A 分銷商有2台直接銷售同8台間接銷售嘅話，換言之，你嘅總台數已經達到10台。呢個時候，只要直接銷售1台就可以跳級，直接變成 3A 分銷商，無需經過 2A。咁樣係因為當你達到指定嘅總台數嘅時候，就可以直接跳升至該等級。市面上嘅其他佣金制度往往令人難以升級。針對呢一個問題，Energic 特別設計咗呢一個佣金制度，按照分銷商嘅銷售表現予以跳級嘅機會，免除賺取佣金時候嘅障礙。正所謂多勞多得，取得業績定會得到回報。成功銷售就可以賺取佣金，銷售越多，佣金越多。
喺呢一幅圖入邊，你係 2A 分銷商，喺 1A 線有 A 同 B，2A 線有 C。C 本身係一位 3A 分銷商，佢嘅 1A 線有 D 同埋 E，2A 線有 H，3A 線有 I。J 係另一位 3A 分銷商，佢嘅 1A 線有 K 同埋 L，2A 線有 M，3A 線有 O。喺你嘅 1A 線內，如果有任何銷售，你將會獲得最多1個 point 嘅佣金。喺 2A 線內，則每次有2個 point 嘅佣金，如此類推。A 同 B 喺你嘅 1A 線，你會獲得1個 point。G 係你嘅 2A 線，喺 C 以下嘅全部銷售都會為你帶嚟2個 point 嘅佣金。喺某啲情況下會有例外，稍後會有詳細嘅解說。請留意，即使你而家仍然係 2A， 你會發現有 3A 分銷商喺你之下。因為無論何時開展 Enagic 嘅業務，只要努力，都可以比上線更成功。呢一個亦都係 Enagic 佣金制度比其他直銷計劃優勝之處。每次銷售都會派出8個 points 嘅佣金。以下會有2個例子，等我哋一齊睇下。當 G 購買時 ，D 獲得1個 point，C 獲得1個 point， 你會獲得2個 point。8減1減1減2等於4，而餘下嘅4個 point 會發放俾喺你之上嘅分銷商。當 L 購買時 ，J 獲得1個 point，I 獲得1個 point，C 獲得3個 point， 你會獲得2個 point。8減1減1減3減2等於1，而餘下嘅1個 point 會發放俾喺你之上嘅分銷商。不過，當銷售發展得越嚟越深，若果8個 points 喺到達你嘅位置之前已經派完，你就唔能夠獲得該筆佣金。呢一個亦證明咗直接銷售嘅重要性。根據呢一幅圖，你而家係 2A。假若 N 購買 ，M 獲得1個 point，J 獲得2個 point，I 獲得1個 point，C 獲得3個 point， 而你只能夠獲得1個 point。雖然 C 喺你嘅 2A 線，但因為8減1減2減1減3等於1， 8個 point 只係派剩1個 point， 所以你只有1個 point。正因為咁，如果只係依靠間接銷售，終會有一日會收唔到佣金，因為8個 point 嘅佣金可能會喺你之前派盡。請記住，每一款型號嘅佣金各有不同。每位 1A 或以上嘅分銷商亦可以享有累心佣金嘅權利。當分銷商累積咗合共2000蚊港幣嘅累心佣金，公司就會發放1次佣金。我哋希望藉住呢一個佣金制度，讓每一位分銷商都能夠達至 Enagic 嘅3大健康理念：身體健康、經濟健康、心靈健康。如果你對我哋嘅制度同產品有任何疑問或者意見，歡迎同我哋聯絡。更美好嘅將來就喺眼前，準備好踏出第一步未啊？